师祖，有何不妥？此地有隔绝神识之能，你们务必小心。秘境里的东西，是我们此行唯一目标，千万不能有失。是师祖，您对我等有救命之恩，我们必将全力以赴。嗯。此地深邃幽暗，浑然不知方向，神识也无法探究，深不见底，只有一条通路。要是在此地被围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不行，还是不能冒险，再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上钩了，是条大鱼。师祖，我们准备的够充分了，黑鳞蟒不会突然出现吧？不必惊慌，一切按计划行事。只要按照我们之前说的去做，就没有问题。师祖，千万不能有事。该死！这女人怎么会来这里？不是只有炼气基地才能进来吗？果然在这里，封锁此地，警戒四周，结阵。是师祖。去吧，上！警醒些，他定然藏在暗处。打起来了，打起来了，好啊！你们就都给我待在这儿吧。我听见他的声音了，就在这附近。这是蜕皮？不好，这不是黑鳞蟒，是2级妖兽末蛟。大家退后。是。接下来的攻击，不要留力。
你倒是好手段，怎么躲了那么久不出来？我怕你杀人夺宝。年纪轻轻的，心思这么重，就不怕以后交不到朋友啊？我若心思少点，这一路不知道死了多少回了，哪还有什么以后？这石柱压制不了他多久。你还有什么别的招数？快使出来吧！我的灵力快耗尽了。我的确是还有一件符宝。符宝？看来你的秘密还不少。那还等什么？来了，出去！我需要时间去做符宝，你得帮我拖住他。不尽力而为，先把他引开。你准备好了吗？你看我像准备好的样子吗？让我换你来啊！现在知道被人隔岸观火的滋味了。最后的手段，只能试试了。这，你是怎么心死的？快点！这念出力量之人，我们控制不住了。我已经很快了。再快一点！不好，怎么停住了？我和汉姑娘在烈阳洞，又遇到了那2个乔装成灵兽山弟子的毒修。既然战斗无法避免，那就只有获胜一个选择。汉姑娘终于拿到了烈阳花，我也收获了大量药草灵芝，我们就此分别了。之后我前往禁地中心秘境，寻找筑基丹配方中剩余的2种药草。在这里，我又遇到了偃月宗那个神秘女子，目睹了她和墨萧的战斗。本来想要静观其变的。但眼看他们要全军覆没了，唇亡齿寒，我别无选择，只能出手。爬虫，尝尝这符宝的威力吧。记住了吗？不愧是符宝，物有所值了。我已经收了这孽畜的元神，
剩下的都归你了。这墨胶外皮坚硬无比，应该是优质的制甲材料。那在下就却之不恭了。2级妖兽身上的宝贝可多了，除了皮可以制作防具，脚和爪也可以炼制法器，而留下来的丹液也是炼药的绝佳材料。好硬啊！那像这种，是不是就是妖兽的内丹？让我看看。哇，这难道是？为什么浑身发热？不行，这种感觉。便宜了，你这小子！忍不住了。日月无时休，黄昏来煮粥。心已无欢，又是几度春秋。山水故自流，清风伴左右。尘世也不过花间一壶酒。独坐山端岸，临风望水南。不觉村云若念动情过半。根根青丝乱，声声旧曲满。仗剑天涯，总是豪情相伴。少年不识愁，笑谈着风流。万千景色风光自在心头。又见残叶落，荒唐一场。你要说到什么时候？再不走就晚了。过了多久？数个时辰吧。不好，境地快要关闭了。刚刚那个毒蛟的野囊，没想到这居然是只罕见的公蛟。任何雌性一碰到它，都会使它散发催情的毒物。我是什么人，想必你也清楚。我们之间发生的事，只是一个错误而已，就当是一场梦罢了。我知道了。这箱子里的东西我拿走了，你没意见吧？那这些药草我可以……你都拿走吧，那些对我也没有用处。天灵玉髓枝，还有这么多没有见过的药草。还真是个奇怪的小子。你有没有什么办法，能让我们出去？若我们的事有第3个人知道，你知道后果的。听清楚了没有？我不会和别人说的，我会守口如瓶的。日后你若遇到危险，韩立一定前来帮你。你以你练气期的修为，能保护我吗？还是先照顾好自己吧。能不能知道你的名字？